兄弟姐妹們，我嘅先見九八七加做字五三，師傅所說六天二，佢講見從我嘅爸爸及我嘅媽媽，認為到呢就係十分重要嘅命令，向上帝獻出本切家。上帝九八七加透過呢個先見，即係係見從即係良日老人。嗱，師傅所說六第三節為了乜嘅？為了你得到快樂、得福、長壽，才寫見你哋。嗱，這樣人先見九八七家係見從嘅老人，見從嘅寫嘅唔冇得失到自家嘅老人。詩篇16第11節咁樣講到，只為講自家啲生命嘅路途，在面前要判斷出父母嘅開心快樂，上帝嘅珍惜帶你去思想得到嘅享受。這樣人自家係見從自家嘅老人，見從自家嘅阿爸，見從自家嘅媽媽，上帝要看，上帝祝福自家，要長壽，要長命，要喜樂，要嘅開心，判斷出喜樂，判斷出上帝祝福大家。阿門。